各位聽眾大家好，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好多蟹足腫患者都好關心嘅問題，究竟治療蟹足腫係咪要講體質呢？同埋中西醫結合嘅治療方式又會唔會提升療效呢？唔少蟹足腫患者都有所謂嘅疤痕體質，有呢種體質嘅人比較容易因為大大小小嘅傷口而引發疤痕增生，甚至蟹足腫。據估計，大約有3%嘅人有遺傳性嘅疤痕體質。事實上，蟹足腫治療嘅難度都幾高，但係如果能夠結合中西醫學，或許有助提升治療效果。首先，從中醫角度睇，蟹足腫體質臨床上常見偏向濕熱同血瘀兩類。濕熱實症嘅蟹足腫患者會容易疲倦，出現胸悶、傷口唔容易愈合嘅症狀，大便時常不成形。中醫建議選用豬苓、茯苓、澤瀉、白朮、甘草等中藥調理。至於血瘀實症，患者喺受傷後經常有瘀青唔易消退嘅情形，舌象呈瘀紫色，可以選用當歸尾、川芎、桃仁、紅花、赤芍等活血化瘀嘅中藥嚟改善。而西醫方面，由於蟹足腫復發率高，所以西醫治療着重多種療法組合，包括類固醇注射、手術切除、配合放射治療、冷凍治療、壓力治療等等，以增加治療成效。蟹足腫對於現代醫學嚟講，仍然係一個幾大嘅挑戰。雖然絕大部分都屬於良性，但係佢仍然會為患者帶嚟種種生理同心理上嘅困擾，所以值得嘗試創新嘅治療方案。現時內地同埋歐美國家已經試行中西醫結合，以外科手術配合針灸或者中藥嘅方法嚟治療蟹足腫，有望提高療效，縮短復原時間。希望今日嘅分享能為各位蟹足腫患者提供一個新嘅思路。記住，喺選擇任何治療方案之前，都應該先諮詢專業醫生嘅意見，咁先可以確保治療嘅安全同埋有效性。